后来继续来看台南永康的中华路，只要落大雨就进的淹水。市政府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，积极向中央争取到补助，处理这个下水道，嘛已经顺利完工。今年7月底连落2天的大雨，讲已经无够淹水了。这个治水是发挥效果。中华路是永康区上重要的交通路段，因为过去地下排水箱旧凹，较无法度排水，所以常常发生水灾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经过市政府争取经费，今麦来举办工程结束的典礼，宣布治水成果。在7月的时候，那时候的豪大雨，对中华路并没有造成大的威胁，那表示工程即使还没有完成，已经发挥了初步的效果。永康区是台南市人口上侪，为了让交通更加便利，所以地下管线无用传统的方法，改用分段推进的方式来降低影响。采用的一个是曲线推进，尽量把交通影响也降到最低。今年7月虽然还未完工，就先启用通水，嘛成功挡过7月底小连续2天的大雨。市府强调，未来会继续投入大台南的治水工程，让这个遮袂阁做大水。